的新闻。南韩济州航空一架泰国回来飞行机降落冲出跑道爆炸，顶悬181人，敢救到2个，其他可能拢不幸死亡。国民天3000万交保检方控告成功，下晡搁再开庭。这检方是以交保无法度防止到口径等理由，建议继续羁押。天气寒冻，一群人去爬雪山，结果暗时做营场，可能是无大好势，落雨滴水，规群人险寒甲昏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9日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南韩的济州航空今仔一架对泰国曼谷飞回来飞行机，那就是去互鸟弄到降落时链啊故障放袂落来，规台飞行机这八道是侧伫涂骹，冲出去跑道外口爆炸，飞行机顶181人，除了救到的2个人以外，可能拢已经不幸死亡。飞行机降落了后，一直庆祝烟雾，伫跑道出行的速度无虾米减慢。了飞行机出去跑道外口，弄到跑道的外墙起火爆炸。南韩地到伫台湾时间早起9点外，济州航空一架波音 B737八百客机，编号742216的班机，为泰国曼谷出发，要降落伫韩国全罗南道的武安国际机场时，所发生意外降落失败爆炸。이번 사고 원인은 버스 스트라이크 발생 현상 등 기상 악화 등으로 추정하고 있으며 정확한 원인은 주 관계 교환과 합동 조사를 통해 발표할 예정입니다. 外国媒体报道，这架飞行机有载179名乘客，2名机组人员，除了得救的2名机组员，消防单位推测机的人员可能技术全部罹难。武安机场表示，班机降落的时阵发现无法度正常降落，重新飞悬，第一架想要降落的时阵煞起火爆炸。有影像显示，飞行机头一架降落进前，技术互鸟仔弄到，造成正边引擎一度出现火花。也毋过，真侪韩国媒体报道，飞行机起落架技术互鸟仔弄到故障，无法度正常放落来，所以想要用飞行机八道降落，却失败。 사고로 인해서 유명을 달리하신 탑승객분들과 유가족분들께 깊은 애도와 사과의 말씀을 올립니다. 현재로서는 사고의 원인을 가늠하기 어렵고 관련 정부 기관의 공식적인 조사 발표를 기다려야 하는 상황입니다. 这架班机捌伫礼拜为韩国武安机场往来桃园国际机场，暂时济州航空已经成立事故专案小组来应对，卖尽力帮助死者的家属办理后续的代志。韩国国土交通部下晡嘛召开记者会，表示机场塔台人员捌伫早起8点57分向飞行机发布鸟仔失击的警告，过1分钟就收到机长的求救信号。暂时已经找到飞行机的飞行记录器，会调查机舱甲塔台上尾后对话厘清事发的原因。公司新闻台董斌。 南韩的飞行机以外，有国内机师就表示讲，依照当时这飞行机的高度，应该有机会去救起来停飞，甲降落架改做机师家己来控制，甲放落来。嘛有专家是认为讲，这机场的跑道受底，机师未负反应，才会来造成不幸。 失事的济州航空班机是波音737-800机型，机龄15年。官方判断应该是降落时阵叫鸟击到，才造成事故。第一时间，咱外交部向南韩相关单位表达慰问，经驻外单位查证，确认无台湾旅客伫机顶。该班济州航空失事班机上，并无任何我国籍旅客搭乘。外交部及驻韩国代表处、驻釜山办事处将密切注意后续发展，并与韩国相关部门保持联系。 航空界人士分析，若是鸟仔击到，可能地属部分系统失效，同时也有可能是反应时间伤短，用机爆落地冲出跑道。武安机场的跑道差不多9000英尺，是较低的跑道，飞机袂当有效减速。鸟击之后呢，会导致多少的状况？比方说发动机失效，发动机失效导致液压系统无法作动，那液压系统无法作动，再来它可能确实在降落的时候时间很短，所以呢，也许机长能够判断的时间不太多。 给他的时间不太多呢，也许用机腹着地，其实他最好的一个决定。
经民航技术分析，这个事故也有真侪疑点爱查。看降落的路线，班机伫降落的过程下降速度无明显各样，另外只有接到无一定的影响起落架。伫当时，这个关度嘛，还有用手操作起落架，还是顶杯甚至转降的选择。即便是你的液压系统影响到你的起落架，但我们这个738它还是有一个手动可以把这个起落架降下的一个机制，看起来它也没放哦，所以这里面其实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疑点跟奇怪的地方，可能需要等到这个黑盒子或是这个座舱记录这个语音座舱记录拿到之后，才能够做进一步的判断嘛。只要接到的士飞安事故电话听到，2019年罗西亚乌拉尔航空一台 A321空中巴士起飞了无偌久，就呼叫接到发动机失效，机上乘客有翕到，当时机身快速摇撼，甲来飞机紧急伫郊区一个反备层劈降，造成23个人受伤。最近较严重、只要接到的事件是1960年，美国东方航空一台班机，互规定水饺的影响，甲了4台严禁转飞，飞机落伫波士顿机场附近，62个乘客死亡。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维经集团主席辛庆京，还有应晓薇、李文忠4个人交保，检方是控告成功，高院发回庭裁。下晡3点是搁再开庭。针对郭文哲的部分，检方是以交保无法度防止被告倒口供等等的理由，建议继续羁押禁见。北检要押你，觉得需不需要拿出更多证据？面对提问无回应，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过今日法庭，牵涉经发生案证的现金案，互人起诉了后，以3000万交保。不过北检不服提出控告，台湾高等法院认定控告有理，29早起撤销发回，台北地法院下晡快速调开羁押庭。有逃亡、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那再来就是原判决预支的拒保金额跟被告等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还有犯罪所得的金额是否相当，是否足以拘束被告4人。几大关键理由，包括高院认为无说明无需要羁押必要性，无具体说明是安怎举报等手段，就会当防止被告逃亡，所以撤销原裁定。台北地检署终于先排了，就是要押柯文哲，押到他出不来。检方建请羁押郭文哲主攻疑方透口经提出关键的问题，伊回答拢无明确。甲维经集团主席辛庆京的谈话内容讲无清楚、袂记哩，怀疑故意留对话空白，嘛提起伊的生活、工作、交朋友无法度避免接触共犯证人。国讲柯志如负责郭文哲刑庭财务大细项，目前已经出境，若是郭文哲交保，可能指挥事信透口经，甚至甲人杀出来打罪。3位检察官谈的很多大部分都还是在陈述他起诉书的内容，连审判长都提醒他们，今天是在谈要不要羁押的问题。面对北检论告，郭文哲定常讲家己无透口经的记录，批评检察官办案有偏见，根本伫对杀，有针对性。国讲两做保金搁增加，所来可能爱卖新得的地，也是甲即卖主体提起抵押贷款借钱。记住有没有双重国籍？有2本护照吗？包含台北市议员应晓薇、辛庆京、郭文哲前竞总财务长李文忠，原来的交保裁定同款，互人撤销发回。其中，应晓薇阁互高院认定有相当护照，也有逃亡的顾虑。不过，伊透过律师声明，当初对亲人移民有加拿大国籍，2010年底当选市员了后，就已经申请放弃国籍，无第2本护照。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对台湾提出挺改台独22条，但陆委会嘛提出反制措施，讲未来会拒绝中国台办相关系统的官员的来台许可。因另外，咱台湾有3个一贯道的教导伫中国放掠去，陆委会嘛表示，未来两方的宗教交流拢要严格来审查。中国对台提出挺独22条了后，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伫平面媒体专访证实，对外界启动伤害台湾人民感情，爱对台办系统表达抗议。结果在上海市台办主任今回来台进前，也拒绝杭州市台办主任参加两河论坛来台申请，那也认为答案保护，该来增加得意，另也是支持陆委会爱有罪犯。上海台办主任金梅申请来台湾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参加双城论坛。陆委会用抗议大陆惩毒22条，并且要求跟金梅会晤。陆委会是用大炮打小鸟，很显然就是无计可施、自嗨式的报复行为。没有道理，他欺负滥捕我们
的台湾人民，我们还让这些背后的主使的一把手可以自由的进出台湾，这对台湾来讲不仅是不对等、不尊严，更是伤害台湾人民自由旅行的安全。中国的挺道22条有判死刑，重新对诉者设计，一个鼓励检举带到原国分子。陆委会表示，为了抗议对华引起两岸人民对立，增加赴中国风险，故此发布涉台系统一把手来台许可，除非对方愿意来台湾面谈。柯翠正强调，这是了审查申请案件原则。台湾正有3一贯道人士伫中国被抓，陆委会表示免接受，讲要弘扬文化，促进中国交流，佮提刑法的抓人，要伫两岸中国交流部分也严审。抓捕的过程当中，更重要的是，长达2个多月的时间，其实是不透明的情况。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理由，没有提供任何上面司法的协助。他应该相对的要提出他会鼓励来台湾的类别，这样才会达到一个平衡的效果。才会看出来说，陆委会是真的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而不是全面的禁止交流。台大教授周正东呼吁政府更加开放跨台民间中国交流，或者王志成认为政府为确保风险，美国会禁止台湾人去中国交流，不过有更加侪提醒，同时建立两岸有序对等的互动。共军继续交代，国防部表示，29号查到中共主副战机11架，其中16架超过台海中线。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西区中校国小的校歌最近向法院讲，这歌词内底有一句讲新中国的创作引起议论，有校友就讲应该爱改，校长是表示歌词会安尼写，一定有伊的历史背景，会搁详细来讨论。这是台中市西区中校国小的校歌，配校园景色，加做校友的共同回应。不过，这个歌词最近却引起家长的议论。歌词出现一句新中国的创作，引起家长批评自己无适合，佮烦恼囡仔分不清台湾甲中国，佮提进前家己高中也将校歌歌词修改做例，也要求学校爱改歌词。忠孝国小有的时候呢，创立中孝国小的时候，中华民国都还没有啊，所以我想说，这个新中国这可能是那时候时空下的一个产物了。校长解释，学校位置伫时期都已经设立。历史是真悠久，除了时空背景，也代表学校一部分。是不是爱改歌词，会邀请相关人员来讨论。另外，民众也无同款的看法。感觉没什么关系，每一个学校都会有自己的风格，或者是对啊，就不需要去特别规定说他们需要改变什么。我觉得它终究最主要的目的，终究原本是正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会把这个词觉得带有什么意义或需要被修改的，我觉得反而可能是有些人的理解可能比较扭曲的，才会发生这种事情。台中市教育局也表示，这歌词创作有伊的历史背景，对即马校歌表示尊重，是毋是无适合，会由校方来主导。加问各方的意见了后，各建议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麦当劳最近是爆出主管性侵员工案件，这部分的民众发动拒绝食麦当劳的行动抗议。不过，所有台北建中学生挑工招团去食麦当劳，佮刊文媚事咧口水这件代志，引起网友的批评。今晚个传出讲学校有接到有人恐吓，这警方已经介入调查。调阅相关资料，积极侦办中，另同步加强该校周遭维安勤务。以保障校园及学生安全。中正第2分局呼吁，讨论时事应保持理性，切勿触法。建中发出公告，讲连续2天接到4张的恐吓批，讲要对学生不利，已经报警察处理。最近这几天嘛会加强校园的巡逻，加调整门禁的管理时间，且师生和家长爱提高警觉。讲到冷空气接煞来，有真侪人拢去爬山，就是为着要看雪。前几天，就有一个专门咧带人爬山的，招5个人去哩爬雪山，结果暗时啊，甲人做的这营场可能是大雾辐射，半暝啊就开始咧落雨滴水，规阵人险险啊，就寒甲昏去。半棚外口一直咧落大雨，内底也咧落小雨。就算伫内底，也是寒甲皮皮喘，或者山友一直话都要冻袂掉咯。帐篷真的是双湿，里面湿，外面湿。
这帐篷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单勾勾来，连这个都是湿的。吴先生敢形容啉酒甲用小火炉来取暖，不过迄时阵气氛已经降到0度以下，效果有限。这个月23做向导的吴先生，带另外5个山友要爬雪山主峰，按时住伫369山庄营地。迄时间大风大雨，要入去爆棚过暝，却发现内底也咧漏水，大家赶到得要熄火。不过协助业者是表示，是爆棚的外层无搭好。没有搭好来，外帐连到内帐的时候，它会顺着那个缝线那边流下来的。本处基于督导的立场，已经要求许多公司跟山友进行说明，以及后续赔偿的问题。协助业者表示，因的爆棚拢定期巡检换新的，这摆推测是内外站验调的这漏水，会将租金退还给山友。专家爬山向导表示，山友入去爆棚进前，应先确认完整性，也自备防熄火的装备。除了睡袋把你的体温有效锁住、隔绝之外，然后再来用热塑胶瓶装满热水，然后放进睡袋里面。那比较简单的，它其实就是类似铝箔垫，然后全身包着，它等于就是把你的体温锁住，不会透过空气去流失掉。爬山向导表示，第个海拔地区拄着天气无好，防止熄火是上重要的代志。在出发进前，确认装备完整，甲注意天气状况，还有本身的体力，将确保爬山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就已经到年底啊，这肠仔病毒佮继续咧流行。那依照目前疾管署的指引，是一班有2例就建议爱停课。不过台北市表示，因为即马90%以上拢是轻症的，所以有打算要改做有重症个案甲重症风险，才会来停课。上紧下学期就要开始实施。疾管署统计，12月15到21之间，国内肠仔病毒门急诊就诊到15843人次，虽然比前一礼拜降10.9%，疫情有下降的趋势，不过依然是伫流行期。根据目前疾管署肠病毒防治工作指引，若学龄进前托育机构共班有2个确诊，迄一班都爱停课。不过各地方政府应家己决定。台北市府就表示，因为肠仔病毒99%拢是轻症，考虑家长托育的需求，未来会采取有重症个案班级才会停课。等到重症就太晚了吧？应该要提早预防，只要为了其他小朋友着想吧。我们也常因为肠病毒被停课啦，大家都是双薪啦，比较没有办法。那依照新标准执行，停课班数会大大降低。台北市府证实，进前已经邀请专家、相关家长代表，决议未来针对重症或者是高风险病毒型通报案例停课。囡仔若确诊破病，依然爱居家休困7日，并行防疫甲其他有利的受教权益。我们希望说，在保护孩子的时候，跟他的托育权要去做一个权衡，针对有重症风险或是已经确诊或通报重症的孩子，我们再来考虑进行停课。市府表示，早期爱等社会局、教育局修正相关规范了后，就应开始实施。未来也继续研究配套措施，各观察疫情对托育机构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推动台语主流化，最近这几年已经有愈来愈多台语创作。新报道一个创约10年的这剧团，甲因创团的经典改做台语版的，就号做搁再飞就天。透过这受伤、复健，搁再自由飞就天的故事，鼓励囡仔爱勇敢，莫惊会跋倒会受伤。阿乐甲阿母做伙甲白鸟仔医拍拼复健，互伊受伤过的膝骨通赶紧变勇健。这是原始厝工作室剧团以前创团的经典作品，但重新改编做台语版的《搁再飞上天》，要互囡仔通对戏剧内底了解，讲生活中就算讲受伤、跋倒、身躯边有关有亲情朋友斗阵陪咱勇敢面对，总有一天会当搁再飞上天。剧
团表示，为着要让大人囡仔拢通享受台语的情景，因加入侪身边的台语囡仔歌。剧团希望透过戏剧互动，互囡仔若听若有趣味，嘛带动大人开嘴甲囡仔讲台语。啊，小朋友本来是讲哦，敢若听无，也是要看字幕啊。到后来的时阵，伊嘛是足欢喜的，甚至讲迄介绍讲要米小炊的时阵，伊甲伊讲，无啊无啊，无伫遮哦。会使互爸母含囡仔之间，会甲翻译啦，甲讲比如讲教我的台语是安怎讲，伊即摆在讲啥？亲子的之间的感情，即摆都是提升啊啦。表演现场有袂少带囡仔来看戏的家长，针对政府长达10个台语家庭计划，家长肯定在生活中增加台语环境的做法，透过深色的互动，囡仔嘛较会愿意开嘴讲。听无，安尼就变安怎？我就爱伫边仔甲伊讲，这是啥物，在讲啥，安尼，给尴尬。他们学校虽然有在教台语，但是也不是很，就是都是只是一些皮毛而已，对，就觉得在环境中还是要多讲一些本土的语言。剧团表示，虽然台语亲子剧的票房有较食力，不过看到侪台语家庭，无论到外远，有关系的小招带囡仔来看戏，嘛，互因愈有动力继续拼落去。记者卢尚祖、郑俊佑新北报道。台语文创意园区4年前有引进一套音阶锣，特别招社区的志工整一个同乐班做伙上课来推广。今年个特别办理成果发表会，演奏《梦里早归》、《树只歌等等侪经典的歌曲，要用传统的乐器推广台湾歌谣。杨三郎作曲的《梦里早归》是台湾战后出名的台语歌，即阵透过铜锣加钢琴的合奏，传达出歌曲悲伤的相思情。台语文创意园区2020年由园区志工组成铜锣队，大家同齐学乐器，推广台湾音乐。来卡了吼，不但会当学到音乐的乐器，嘛会当学到足多的台语歌，互你的心情会更加好。一方面，互咱的志工大家有机会会当个提升，会当咱本国的语言、咱的文化、咱的音乐会当普遍，互大家人会当学习，这是好，会培养大家的生活。这套音阶锣是台湾出名的铜锣师傅吴宗林的作品。台语文园区引进了后，邀请退休的音乐老师廖英雄来教课，让学员为音阶、乐理开始学起，也让原本敢若会当独奏的铜锣发展出合奏的表演。阮遮有一班叫做铜锣班、铜锣班吼，还有设班长，还有请一个固定的老师来练。通常伊咧演出大家较熟悉、比较熟悉的古歌吼，我常常咧听，我今听特别欢喜。较重的物件咧，较低、较大粒的物件咧，伊的声音要互人安尼沉稳落来，会平静落来。那较悬音的物件，伊声音较清脆，所以学起来时阵有无共的这个效果。台语文园区表示，铜锣班成立4档的时间，今年特别举办成果发表会，希望让更较侪人听到传统音乐水开的声音。园区逐礼拜2嘛拢有安排铜锣课，希望招有兴趣的民众做伙来听歌学音乐。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嘉义市中德里的里长对社区的事务是真热心，特别规划市民农园，让里民用友善种植方式来种菜。8年以来，已经训练出15位有机志工。因最近佮新起一个无烟筒的行药，招附近的学校做伙来推动食农教育。在新起好的行业来点火启用，中德里这个市民农园，除了有生烧的菜色以外，即卖也会当利用这个行业来料理食物，提供附近学校甲社区来农园体验为产地到岛顶的食农教育活动。阮会一直做落去，好，把这个油做好啊，带动整个社区，或者把它交给一些学校的小朋友，好人来家体验这个农产品。这个300外平的市民农园为8年前开放给里民，用有机无毒的方式来种菜。那伫社区推广友善种作，嘛培养15名有机志工。有志工就表示，退休的生活有一个所在通无闲，阁会使推广健康的观念，是一件真好的代志。有要种的就来种，无要种的你也要用药啊，感觉讲你种无要用药啊，你就莫来遮种啊，家己要食的嘛，较安心啦。山顶的嘛有啊，有机的啊，
搁家己遮咧随种随挂，足好诶。里长表示，这个农园配合社区规划署的改造计划，用5个月的时间，若重新规划菜园啊，搁增加一个无烟档的行油。未来会利用这个农园，透过种有机菜色，推广农业知识、甲食品安全、甲食农教育的观念带入来社区。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天气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1度到22度。中部地区11度到21度，南部地区11度到25度，东部地区11度到23度，外岛地区10度到1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